那这时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9章30节到第10章的13节。安尼，咱就怎样讲呢？遐个本来无追求上帝的义的外邦人，却因为信来得到成做义人。那安尼，遐个追求借着律法来成做义人的选民，反倒当袂当达到目的，是为虾米呢？因为因无倚靠信心，却倚靠行为，结果拄跋伫迄块塔卡石的顶面，拄亲像圣经所讲，看我伫锡安下一块塔卡的石头，是要跋倒因的石。总是信靠伊的人，无得到失望。兄弟姊妹啊，我愿意热切望我的同胞会当得救，也为着这项事不断向上帝恳求。我会当证明因对上帝确实真热心，总是因的热心，并毋是用真知识做基础，因无明白上帝的义。想自找门路，却无有顺服上帝的义。其实，基督已经终止法律的功效，互一切信伊的人，拢会当成做义人。关系借着遵守法律来成做义人这项事，摩西捌安尼写。迄个遵守法律命令的人，要因为法律来活，总是因为信来成做义人这项事。圣经安尼讲：你毋通家己问，什么人要去天顶去，就是讲去带基督落来；也毋通问，什么人要去阴间，也就是讲要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这话意思是，上帝的信息离你无远，就伫你的喙里，就伫你的心内。换一句话讲，就是伫阮所宣讲神的信息内面。如果你喙里宣告承认耶稣做主，心内相信上帝予伊对死人过活，你就会得救，因为咱心内安尼相信，就会当成做义人；嘴里安尼宣告承认，就会得救。圣经讲，信伊的人无得到失望。这句话是指所有的人讲的，因为犹太人甲外邦人无分别，上帝是万人的主。伊要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呼求伊的人，就亲像圣经所讲，凡那呼求主的名的人，一定得救。以上是上帝的话。咱本堂杨新做牧师，今仔日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律法甲信心，律法甲信心，请咱并肩来领受。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通搁一届三个组织做伙来敬拜伊。今日是咱教会节期内面真重要的中秋主日，也就是咱要纪念耶稣基督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也正人也中秋节欢迎伊的一个日子。接下来这个礼拜是受难周。也就是耶稣伊伫顶十字架进前最后的一礼拜，伊要为着全人类的罪来受顶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来流血放弃性命，来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咱伫受难周的内面，应该搁较济来安静、来默想、来思想主耶稣为咱所付上的代价，以及咱着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对咱的恩典。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我的上帝，我感谢你，
因为是你的恩典，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若毋是你的恩典，若毋是你的拣选，阮实在是啥物拢袂话。愿感谢你，遮尔啊疼阮，也愿意为着阮来伫十字架顶牺牲流血，放弃性命。主即款的疼，实在是阮恶地想象。当阮要搁一届来听你的话，也要照你的话去行，根据你的信心，进入到阮大人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我即届咧准备即届的讲道进前，我有小可发现讲，我进前伫2014年2014年8月份就已经有讲过即段的经文啦但是今日犹原要用共款即段经文总是伫无共的时间、无共的节期，咱重新来看。我想即段经文要对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进教会的读经的进度读到罗马书。我想咱若有照咱教会替咱安排的读经进度来读，我想咱有一个感觉，罗马书实在有好读无？无介好读真较深对牧师来讲嘛是所以要讲到要讲罗马书，其实有一点挑战总是罗马书是咱圣经内面非常重要的一卷册，因咱通讲伊是。保罗所写的批信内面，上界有系统咧介绍咱的信仰是啥物，啥物是咱重要的教义咱的信仰的教义。所以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册，伊伫宗教改革运动顶面也发挥真大影响力。真侪宗教改革家拢是通过罗马书得到启示，会当将信仰来改革来推动这个改教的运动。互咱信仰会当重新行伫一个正确的道路顶面。保罗伊咧传福音的过程内面，咱知有拄着真侪困难。总是咱若详细看圣经，咱嘛会知影，保罗伊拄着上介大的困难，其实毋是外邦人反对伊，反倒外邦人是真欢迎伊。保罗拄着上介大的挑战是犹太人，犹太人咧挑战保罗讲。原来上帝恩典是干他伫阮犹太人这个族群内底那定，你即摆为虾米讲上帝恩典也临到外邦人？甚至保罗讲了更较严重，以色列人、犹太人失去上帝恩典，失了上帝恩典，这到底是为虾米？所以保罗伫咱今日所看的罗马书这段的第一部分第9章的30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4节。伊就来解说，为什么以色列人来失败？即个讲的失败，就是讲失去上帝恩典。当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来的时，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颠倒无法度接受，失了上帝这款的恩典？伊就要来做一个解说。咱若规本圣经咱咧读落来，咱会知影，以色列人是上帝大先拣选的一个民族，也是属上帝的百姓。但是为什么因最后竟然失去上帝恩典，无法度掠掉上帝恩典这是非常可惜。所以保罗伊为着伊的同胞以色列人，伊嘛感觉非常的可惜，伊嘛真盼望因拢会当重新来认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带来这个救恩，互伊的同胞所谓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当重新来得到上帝恩典。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失去上帝恩典？保罗伊讲，第一点真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因当然注重要追求律法的义，律法的义。上帝通过摩西颁布律法，予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一开始的用意是要将以色列百姓对万民万族当中来分别出来。互因会当真做圣洁，真做上帝的一个百姓，嘛通过安尼，通过受分别出来，互因会当渐渐对上帝产生信心，用信心来倚靠上帝，和上帝通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是律法一开始的一个用意。总是人的软弱，人的有限是安尼。当人看到一个有形的条文字了后，
人就会受这个条文文字来限制。人怎感觉讲啊，是毋是惊这个照这个代志做，我就会当换着上帝恩典，换着上帝拯救。所以第九保罗讲，犹太人也是讲以色列人，因去互这个律法字面的意思拔掉的，甚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要用行律法、用人的行为来换上帝救恩，所以因伫这顶面来失败，失去上帝恩典。咱来看，咱今日第9章的31节，安尼讲，我用现代台语的译本来念。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反倒无得到。原本想要靠律法、靠行为的好的表现来得到上帝的义，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失落去。因为上帝计划并毋是安尼，人无法度用家己的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救恩，人是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来完全行律法，搁较无法度用咱家己的行动行为来换上帝的救恩，这是圣经甲咱讲真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失去上帝的恩典，上介大的原因就是去互律法这文字拔掉的，甚至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要靠行为、靠好的做好的代志来换着上帝救赎，这就是减着方向去。保罗伊继续讲，因为因追求律法的义，所以地教失去信心的义。咱来看今日是一段经文，讲我会当为着因做证，因对上帝有热心。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咱和合本也是现代中文译本拢讲，毋是照真的知识真知识在你讲的真知识真的知识，也是咱大多的现代台语的译本讲正确的了解，这个指什么货？上帝恩典要安怎得到？上帝恩典要得到的正确的方式是通过信心。通过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不管原来的律法，还是即马咱通过耶稣基督，拢同款，拢是通过信心。总是真正的人，因伫律法顶面有认知错误，无法度行迄个正确的通过律法对上帝有信心，所以至九失去迄个信心的义。进前保罗伊正做基督徒认捌耶稣基督，正做宣教书进前，伊家己就是一个真好的例，伊遮所讲的例。保罗对犹太人的律法有热心无？保罗讲伊非常的热心，伊尽力的迫害教会，因为伊感觉当时这基督徒、这教会拢是无照犹太人的律法。等于是犹太人内底异端的对啊，所以真尽力咧迫害这基督徒。但是伊后来知影，哇，原来我这款的热心是方向毋对去，无照正确的方向。所以虽然真热心咧做这代志，但是却是离上帝哪来哪远。所以这是保罗咧讲，以色列人失去上帝的恩典，一方面是因为想要靠行为。遵守律法来换上帝恩典无法度达到。第二，这律法拔掉了后，第九嘛无法度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这款的恩典。因无法度想象，啥物拢免做，干那我靠信心就会当得到。犹太人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理解，所以第九因失去这款的信心的义。这段拢在讲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那呢，咱要来问讲，这所讲的以色列人所指的是什么？什么款的人？伫保罗写这张批的当时，所指的当然就是这真固执来接受摩西的律法，也想要靠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拯救。这犹太人伫当时来讲是安尼。但是我想咱咧读这经文的是，对咱今日的每一位嘛，拢有真重要的提醒。对咱来讲。遮所讲的以色列人，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我。咱嘛真有可能会犯和当时遮以色列人同款，想要靠好的行为来得到上帝恩典，这款错误的认知。圣经内底有一个真
耶稣所讲真出名，咱拢真熟的一个譬喻，伫路加福音15章，主爱的老爸的譬喻，咱较早是拢叫做浪子回头吼，浪子回头的譬喻。这譬喻咱拢真熟，但是这譬喻真值得咱好好啊来思考。这譬喻内底有几个几个后生，几个儿子，两个细汉囝安怎？好啊歹？无好，摕着爸爸分互伊的财产，着四界去开会，等拢一切拢开会完了后，才想着爸爸佮转来认错，爸爸接纳。大囝呢？大囝好啊歹？真正拢点头我等下解释互恁听。大囝多好颠倒饼，大囝就是从小就是乖乖牌，做听爸爸的话，照爸爸的命令去做，毋敢违背爸爸的意思。但是咱也注意看迄个比喻内底有一句真重要的话迄大囝知影小弟要转来的时，安怎足气的对无？讲好，爸爸我将来都毋捌违背你的意思，我正要拍拼，正要骨来做代志，做到要死。那真这个不好的小弟一转来，你着为伊宴客啦，请人客这大囝心内做无爽快伊讲我做到要死，那像一个萝卜共款，连得你拢毋捌为我办这个宴会大囝的问题是啥？大囝真骨力无毋对，但是安怎？伊和爸爸的关系敢是正确的关系？伊讲我做到要死，那像一个啥萝卜？伊将家己当作是萝卜。就是真典型，要靠家己好的行为来换着爸爸的疼，换着上帝的疼，这个代表伫这个譬喻内底，我若问咱较生迄个细汉囝，还是大汉囝？拢是，较早是细汉囝，真是大汉囝拢有可能。但是我想啦，咱真大部分可能会较有机会生大汉囝，因为咱拢已经伫内底咱拢已经伫厝内底咱爱真注意，咱爱常常做一个信用的反省。咱和上帝的关系是亲像老爸和囝的关系，还是亲像主人和萝卜的关系？这大汉囝，恁大多拢讲袂歹对无？但是某一个程度来讲，伊嘛是一个流浪的囝。小弟伫外口流浪，这兄哥伫厝里咧流浪，伊同款失去做一个囝的身份，伊将家己看作是萝卜。我想咱咧读这段保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伊的同胞所讲的话时，嘛要真做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反省。咱是毋是也有这款的想法？想要用咱的好所行、咱好的行为，要来换上帝的恩典？袂记得上帝恩典已经大成互咱，大成互咱第二点伫咱今日看的第二段第10章的第5到第10节内面，保罗伊引用一段的经文来咧说明，那安尼咱要怎样来得到上帝恩典？要安怎样通过基督来得到恩典？伫第6节到第8节，第10章的第6节到第8节，这是引用《申命记》30章的12到14节。咱若等于看《申命记》的这段经文，咱就知是摩西对要进入、准备要进入迦南地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这段话原来意思是讲，上帝律法毋是足悬、足恶守、足远、足歹遵守。上帝律法已经真清楚甲咱讲。那亲像伫咱的嘴里，伫咱的心里，只要愿意，就会当来遵行。这是摩西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交代的话。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伊咧做有小可变化，伊咧解说。对耶稣基督已经为咱完成迄个救恩，所以对咱来讲，咱要领受恩典的人，咱敢有需要搁做足侪代志？保罗讲毋免。那免阁去天顶，甲主耶稣吹落来，嘛免阁去阴间，甲主耶稣带起来。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已经来成做人，为咱定十字架死，搁活，
完成上帝拯救的这个计划。所以咱即马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毋免阁用真济做真济代志，只要单纯的信心来挖靠，就会当得到。咱大先来看耶稣基督伊所做的代志，伊出世真做人。耶稣基督会得成肉体，成做一个真正的人，来到咱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伊成做一个真实的人，会当真实体会咱一切欠缺需要，体会咱一切软弱，咱一切无够格。所以伊成做一个真实的人，来到咱的生命内底，帮助咱会当通过伊来认捌上帝道路、上帝真理。也通过安尼，互咱得到生命的应允。所以通过耶稣基督降生来到咱中间，为咱带来恩典的门，为咱带来生命的一个方向，生命的一个道路。耶稣更较为着听咱愿意行牺牲的道路，行上十字架顶牺牲的道路。伫咱拄则男声合唱团所唱的是歌《阳光的君王》。耶稣当然是阳光的君王，无毋对，但是迄应该是后礼拜搁偌济是耶稣成做阳光的君王。伫即个时阵，耶稣行的是一条牺牲的道路，伊是一个愿意顺服受苦的奴仆。耶稣伊通过安尼来表达对咱的听，对上帝顺服，担当咱所犯的过错，咱的罪，为着咱的罪来付上代价。所以，当咱咧讲咱白白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咱嘛毋通袂记得，这款的恩典是通过耶稣基督为了咱付上真大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才得到的。所以，咱就常常会记得，耶稣的听是耶稣的听和牺牲，为了咱带来救赎的恩典。第三，咱嘛要来看。要怎样得到？耶稣已经为咱完成，咱要怎样得到？保罗帮咱做一个真简要的一个经历哈。伊安尼讲，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我真建议咱会当甲这两节的经文背起来，真。关系咱信仰内面真重要、真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咱问你要安怎成做一个基督徒，你当用这种经文和伊分享。心内相信，嘴承认，就要得到称义，就要得到救。保罗甲咱讲，耶稣已经为咱成做一个人，为咱行十字架道路，为咱搁活，已经为咱成就上帝救恩。咱即摆应该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挖靠上帝，来掠掉挖靠主耶稣，通过主耶稣，咱就得到上帝所为咱备办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保罗伫遮咧强调，也是靠信心，毋是靠咱的行为。耶稣的死甲搁活，互咱无搁靠行律法即款的行为来和上帝建立关系。咱独独要因为信心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建立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但是讲到遮嘛要小可甲咱提醒，伊讲到遮保罗已经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会感觉有一个错觉，感觉讲安尼保罗是毋是讲安尼咱拢毋免好的行为？恁感觉敢是基督徒敢是拢毋免好的行为，拢毋免做好代志？雅各书甲咱提醒，信心若无有行动，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有愿要有好的行为来配合，这好的行为要成做一个好的见证，将荣耀归予上帝。但是保罗伊伫遮咧甲咱提醒的是，基督徒有好的行为，基督徒行善，是对上帝得到白白恩典了后的一款的回应。咱要真清楚知影，上帝恩典伫咱未堪得的时，就已经先互咱，毋是咱要用这好的行为、好的行动去换上帝恩典。我想这咱要真清楚，这也是保罗伊伫遮一再咧甲咱提醒。接续咱要做伙来看今日经文内底的最后一段，第10章的11到13节。伊安尼讲。
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低到7万，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伫咱的周报内面，迄是和合本啦，所以咱会当照和合本再来写哈。特别用红色的字标出来，这几字，互咱看到。通过主耶稣为咱所备办的这个恩典，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为着什么人准备的？什么人？凡众人一切凡求告的，表示讲，毋是一部分的人。是所有愿意用信心来掠着、来倚靠耶稣的人，拢会当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恩典是上帝为着所有的人类，只要你愿意用信心来跟对，就会当得到的。所以这嘛爱互咱真清楚，福音是上帝所有的人的，无分种族、无分族群、无分你是甚物款的人，只要你愿意，就会当得到上帝这款的恩典。保罗已经深刻来体会，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恩，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一个福音，无阁有彼此任何的分别，无阁分你是外邦人，我是犹太人，无阁有这款的分别。所以保罗伊一方面领受上帝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伊心内又愿真挂念伊的同胞以色列人，嘛真仰望因会当。回头认捌主耶稣得到上帝的恩典，伊真清楚知影上帝福音是为着所有的人所备办的。所以对咱基督徒来讲，咱既然已经大心领受上帝的恩典，那呢，咱嘛有这款的责任，来将上帝互咱的恩典、互咱福音的好处，和别人来分享。通过咱的分享，通过咱的宣扬。和侪人做伙来享受福音的好处。最近有一个真出名的电视剧啦，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我毋知有人有看过无？有哈，上无介济款啦，到第2场人有小可较济小可哈，少年的可能拢较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咧讲咱其实离咱所想象的迄个罪恶，也是讲歹的代志其实无咱想象遐尼远啦。歹恶无好的代志，这种罪恶离咱的性命其实真近。拢伫咱的性命的四周围那定咱来看一位的圣经安怎甲咱讲？伊讲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地到上帝恩光得袂到。因为人人都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圣经真清楚讲，每一个人拢是无完全的人，拢是亏欠上帝的人咱和罪恶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近。听到这，咱可能会感觉哇，安尼人生做无仰望的人生拢是罪恶，拢是歹的代志。今日咱所看的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和上帝恩典的距离嘛安怎？近啊远，我近啊远，近安怎讲？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成做上帝囝儿。这圣经的话，圣经讲，只要咱愿意接纳伊，愿意信靠伊，这伊是指耶稣愿意信靠耶稣，愿意接纳耶稣，咱就要成做上帝囝儿。上帝恩典离咱无真远，上帝恩典离咱真近。只要用信心，就会当接受上帝恩典。我想今日的经文要甲咱提醒，用信心来掠着上帝，是咱所应该学习的。伫咱的生活内底，检查侪时阵，咱的信心的摇动，但是毋通袂记得。当你信心咧摇动的时，通过祈祷，通过上帝话，上帝要帮助你，互你定心有信心，通倚靠上帝，来得到上帝对上帝来的恩典。圣经今日咱的圣经讲，耶稣伊总结的律法啦咱的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做终止了法律的功效
我家己较爱用讲耶稣伊成全整个的律法，定心带人来到用信心倚靠上帝，迄款的道路顶面，互人会当通过伊，通过对伊的信心、对伊的信靠，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原来会当做伙通过今日的经文，做伙来学习，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用咱实际行动、传福音的行动来回应甲宣扬。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若毋是你的恩典，阮实在是成做一个破碎的性命，无方向的性命。总是通过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互阮成做一个有愿望、有方向的人生。总要恳求你，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站站来引带带领阮。也互阮常常有够个信心来倚靠你，也会当用阮正确的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疼，互阮的恩典。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各一解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来引带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